甜品店主唐水，唐先生和水姑娘相遇前，姿态要甜蜜。炒到它糖有点融化，然后有点焦香就可以了。这一瞬间可用天雷勾动地火来比拟，再慢慢交融出李浩宇形容的不会腻的滋味。炒糖是母亲坚持留住的做法，卖豆花20多年的经验传给儿子媳妇，在制作环节讲究标准。我妈妈他们那时候在研究，看怎么做比较好吃，然后比例就慢慢去调，调到现在才决定说这样最好。水分比例拿捏，火候控制。曾素仪说，每个步骤都很重要。选用进口黄豆，要非基因改造，添加剂能免则免。一般正常就是要有泡泡，豆浆这样烧就是要有泡泡。那我们就是坚持不用那东西，我们就是直接这样子。在快速和品质的抉择中，选后者是用心。豆浆要做成豆花，不能避免要用到凝固剂。曾素仪说，一定要有检验认证，注意安全用量。豆花要做的好吃不好吃，就是在这里而已。你停下来的话，豆花会不均匀，它等于说你有一部分它会吃起来像油格软软的，可是一部分是硬的。 20几年来的做法没有改变。对。那就口一色 OK， 什么时候开始学的？从小看到大。从小看到大。从小看到大，就是继续延续下去。对。李浩宇自豪，妈妈传下来的入口即化的豆花，可不是到处吃得到，还征服了挑剔的嘴。老人家他嘴比较挑，吃起来会比较 Q 弹那种，他都不喜欢，他喜欢这种传统的，吃起来很滑顺。老婆，泡什么？好吃。稍早制作的糖水冰冻成糖冰，避免掉外教冰块的卫生疑虑。家门口小小的店，李浩宇和太太要守住母亲教的勤恳实在的滋味。上课喽！奶酒可以食福嘅，从小看到大。奶酒可以食福嘅，从小看到大。谢谢宗仪老师。